你係咪一個非常熱心、好中意幫人嘅人？見到人哋有需要，你就會忍唔住想伸出援手。但你有冇試過你嘅一番好意呢？對方唔單止唔感激，反而仲覺得你好煩，干涉太多。有時你嘅付出係對方嘅一種負擔嚟㗎。呢個情況嘅核心，可能係因為你投射咗一個我嘅價值就等於我被幾多人需要嘅世界。呢個喺林家九型嘅九型人格裏邊就叫做社交副型主導性格朋友嘅核心投射。好多時候你睇到嘅唔係對方真正嘅需要，而係你想付出嘅需要。你將自己想成為重要他人嘅渴望投射咗落對方身上，尤其是一啲權威人物嘅身上邊，變成佢哋要認同你，佢好需要你，但係你俾嘅未必係對方想要嘅喎。所以一個好殘酷但係重要嘅真相係，真正健康嘅幫助係要先睇到對方真正嘅需要，而唔係為咗滿足自己想幫人嘅衝動。當你付出之前，問一問自己，究竟喺呢一刻係佢需要啊，定係我需要去被需要呢？最高級嘅善良係要先管好自己，學會辨識需要，比盲目付出更加重要。